电脑无法开机，可能是那个纽扣电池没电了，或者是如果小型的长条形的那种干电池没电，说用铁夹子要夹一下，不是夹破就夹一下。以前的人说用牙齿咬一下就会有电了，这应急用的了。有的影片还有电磁炉维修呢。你看很多电器故障都是一部分的一些零件坏掉，那就算没有零件，可能也可以有替代方案。有的是有杂音机器音，可能是没有没有焊接地线，有的说要更换滤波电容，有的说要在喇叭上面串个电容器啊，有的说要换二极管，二极管会影响到变压器，然后影响到开关管，那个是处理故障、电连灯都不亮的问题，检修要用到万用数字表，就是电压表。